再来看云林的虎尾糖厂116档历史的延档讲哦，嘛因为电档长期去焊着工厂，加在最近已经停工，所以无人着伤。受到电档影响哦，今仔早起高铁嘛停驶点外钟。关45公尺、直径5公尺的云林虎尾糖厂这支延档，3号上午在地档中登去，一只拉下方的厂房，好在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。大概45公尺。 断约长大概15公尺左右了哈，那营运中的烟囱我们马上去 check 了哈，那从外表上我们看目前都没有问题。虎尾糖厂表示，地档中登去的这支烟档是在1908年启用，早年是油田用的烟档，因为糖厂这糖量减少，在2001年停用到现在。至于另外一支营运中的烟档，经过初步的勘验无问题，但佫需要专业人员鉴定。云林交通受到影响的部分。 带来在一线口号路段，南下239公里处，因为规个路牌拉落来，警方赶紧封道来指挥。来到云林高铁站，有乘客因为高铁停驶，烦恼赶袂到航班，赶紧退票来应应。我怕来不及啊，我要搭飞机啊。今天的飞机？对啊，所以我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先过去啊。因为他没有办法给我确认什么时间。高铁云林站表示，受到地震影响，经过停驶1点外钟，进行沿线巡检。 在9点开始恢复通车，并在每半点钟加开南北专车自由座班车，希望将地震的影响降到上低。记者王为报道。